也可以连接到 YouTube。已建立的播放清单，有700多项，按这个字串进去。有声书啦，读经啦，闽南语读经啦，国语读经啦，英语读经啦，读经典啦，很多参考资源。学英语的也有，学梵文的也有。直播的啦，都问播放清单。观看次数比较多的了，连土地公都求一贯道了。高雄冈山空军官校那边的土地公都能深渊山庄一儿上趟求一贯道三宝心法。民国98年发生的事呢。2009是98。